今天我们员工有20%的折价 discount， 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买一些东西我需要的。你看这些什么？这米啊，他们的米好多，这 Freshco 的，我们家附近 Freshco。10蚊雞，唔知啊平唔平？再買吧。哇，专门有做披萨的面粉，我要买一包做面包的，就是这个。刚好家里没米了，这个21块钱了。这茉莉花米买一包吧。都是买这种大件存储商品，米1袋，3瓶油，面粉，1瓶飲料，1盒飲料。咁多條 cashew 拉已經開咗條嘢，仲有隻開檔啦。